大家好，接落嚟係照護食推廣系列第一節嘅內容，會簡單講下乜嘢係照護食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咬唔喐、吞得唔好，就可以聽一聽啦。照護食咧就係透過一啲方法調整食物嘅形態同軟硬程度、飲品嘅結度，用嚟配合唔同程度吞嚥及咀嚼困難人士嘅需要。照護食入邊到三角形代表食物，然後按食物大細同軟硬程度分為3到7級，一共5個等級。數字越大嘅食物，食用嗰陣就要比較多嘅咀嚼能力；相反，數字越細，需要咀嚼能力就細啲。而正三角形代表飲品，飲品會按照結度分為0到4級，一共5個等級。數字越大嘅飲品就會越結，佢嘅流動速度咧亦都會越慢。相反，數字越細就會越稀，流動速度咧就會越快。通常醫護人員會用凝固粉加入飲品入邊，用嚟調整成適合嘅結度俾有需要嘅人士。而長者需要照護食嘅2大嘅原因，首先係咬唔喐。長者可能會因為缺牙、假牙唔啱、口腔發炎等等嘅情況，導致佢哋咬得差咗。而第二個原因咧係吞得唔好，有啲長者會係食嘢或者飲嘢嘅時候會出現吞唔落去、容易逐親、吞得唔乾淨嘅情況，通常會係一啲中風後失智症或者係接受頭頸癌治療嘅患者。如果有咬唔喐、吞得唔好，又冇安排合適質地嘅食物同飲品嘅話，可能會出現食量減少、飲水唔夠、容易逐親，嚴重咧會引致營養不良、脫水、梗塞或者係吸入性肺炎等嚴重問題。而適合嘅照護食可以令食嘅人能夠安心進食，同埋可以有啖好食，從而減少營養不良、吸入性肺炎等風險。若果想了解院友嘅飲食情況，歡迎諮詢我哋營養師或者醫護人員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下一節會講下各個食物等級嘅詳細資訊，而第3節就會講各個等級飲品。有興趣就記得留意下啦，拜拜。